春天時啊，不管是要去陪忙，或者是打草青龍，要特別注意。疾管署今公布新增加一個發燒兼見血球減少綜合症，聽起來就是講會發燒見血球減少，是一個北部70多歲男性，最近無出國，也若這感染源閣當咧調查，目前人已經互關出院咯。這個個案呢是住佇個較郊區的所在，這款病症主要的傳染源就是牛逼。提醒咱的觀眾朋友，若準備去到戶外，就要包較密的。過3天外，國內閣新增加一個發燒伴見血球減少綜合症，簡稱是 SFTS。疾管署17公布一個個案，是北部70多歲本國籍的查某人，最近無出國的旅遊史，本身有中風這慢性病史。今年2月底出現規身軀攏無力的症頭，隔兩天去病院急診看醫生，因為發燒見血球加這個症頭住院，經過抽血檢驗是 SFTS 確定病例，好在在治療了已經好起來出院啊。這嘛是國內史上第3例 SFTS 的病例。除了發燒之外，它也有出現一些腸胃道的症狀，包括這個噁心、嘔吐跟腹瀉的情形。那所幸在這個經過治療之後，他的症狀也逐漸的緩解，也退燒了。那後來再去這個追蹤他的這個檢驗的結果，我發現他的白血球跟血小板都有回升。伊個案是住佇郊外，疾管署之前是會動地方的衛生單位，到個案的徛家做環境調查，而且採檢，當中採到牛逼16隻，但是牛逼的採檢攏無病毒，感染源個釐清。疾管署表示講 ，SFTS 病毒的主要傳播媒介是腸甲牛逼，若是互有病毒的牛逼咬到，按照差不多是1禮拜到2禮拜，感染者大多數攏是發燒，想要吐無想要食，見血球加這症頭，目前並無抗病毒的藥會當治療，就說患者有可能會出現多種器官衰竭，致死率會當到3成。我們會評估重度是國人對於這個疾病的了解程度是比較低的。如果說是這種情形的話，我們就會把它列為中度。疾管署提醒講，這牛逼閣叫做北卡怪，主要是生產佇草仔叢、像哪這野外的環境。當年4月到10月是牛逼活動的季節，牛逼嘛有可能傳播萊姆病和丘熱這病。民眾佇戶外時陣應該做好個人的防護，包括穿淺色長的衫褲，使用含特別的墨仔水等。若是出現疑似感染的症頭，應該隨去看醫生診斷和治療，降低死亡的風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